114年全国语文竞赛，台湾汉语朗读文章，国中学生组施彦强编号4号齐翻成录音，行出第一步，刘依林演作，人生有当多嘅第一摆，比讲讲寒舍时节，第一摆去吃行茶，第一摆去泰山，出社会过后，第一摆寻条路面试，第一摆总系本人印象当深，认真万事起头难。爱行出第一步无按改，是要动态嘅勇气同决心。我印象深沉嘅第一摆係參加演講比賽。喺參加比賽前，我就喺網路上看過朋友比賽嘅影片，想講人家樣硬強。喺台上講到後欄破拍，完全唔會緊張。問問自家，我敢做得到？鑼鼓人講，敢去手一擔籌，唔敢去手握卡手。這樣時，我單槍一個，唔怕，挑戰看下嘅想法。就啱啱時嘅報名落去，準備比賽嘅過程，心情就像寫散文那樣嘅，表現好就歡喜樂天，表現差嘅下，就要壓結結嚟當不住。剛開始練習嘅時節，但將去到台上講兩句話，就緊張到幾準，上司還講到鐵鐵突突，結實地帶。有一擺練習，我喺台上講冇1分鐘，接下來我講乜嘅全部唔記得唱唱，就咁樣喺台上發起到2個響站下台。下台嘅時間，我排寫到面風自責，感受到前無空可看，實在有拉差嘛。人講人愛人大樂，火愛人少錯。經過1擺失敗嘅經驗，我同自家講，天作愛卡政治地位，做唔得過發生同樣嘅情況。想起之後我嘅先生說講過，準備嘅過程那係每一步行來實實貼貼，自然上台就唔會緊張。故所我開始調整自家準備嘅方法，多看新聞同文章，多聽朋友嘅經驗留見解，多寫演講各位。多練習去到台上講話，韓國練習過後有問題就多問多請教，就咁樣一步一腳跡，漸漸地知道自家嘅表現有失敗進步，上台唔會過硬緊張嘅，總算到嚟上台比賽也最關鍵嘅一步。俗話講，台上3分鐘，台下10年功。雖然我無法到10年嘅時間，不過認真有平常嘅3萬練習做基礎，本我喺台上講來順順利利，自信滿滿。喺講述下台行李嘅音樂幕。我腦角度想起一幕幕是開始準備到夜下一路上練習嘅畫面，過程中
有辛苦懊恼，沒有快樂歡喜。不管比賽嘅結果樣般，好在這樣時決定行出第一步來報名參加比賽。也拜寶貴嘅經驗，天作會變做我未來生活嘅養分。